菲律賓人質事件中遇難嘅梁錦榮同佢兩個女，家人為佢喺紅磡世界殯儀館設靈，靈堂以白色佈置，中間寫上主懷安息。晏晝靈堂開放俾梁家嘅親友同埋公眾致祭，前嚟致祭嘅有梁錦榮先生生前嘅朋友，亦都有仍然留醫嘅梁仲學嘅同學。我哋大家都係希望朱 Sir 可以早日康復啦，咁希望可以做快啲好翻啦，咁亦都好支持朱 Sir 同埋朱 Sir 媽咪嘅。行政長官曾蔭權晚上7點幾到靈堂致哀，多名高官包括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等，傍晚亦都先後到靈堂。另外，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同埋為梁仲學做手術嘅主診醫生方道生亦有到場致意。而喺晚上嘅彌撒以天主教形式舉行，梁太點起3支蠟燭，象徵丈夫梁錦榮同女兒仲思仲儀經過死亡嘅黑夜，進入永生嘅光明。梁錦榮嘅大嫂代梁太讀出對家人嘅思念，指丈夫梁錦榮非常熱心助人，相信每名認識佢嘅人都感受得到。佢又感謝丈夫對家庭嘅關懷照顧，為佢同子女建立咗一個幸福嘅家庭。對大女仲思，梁太稱讚佢係一個唔會隨波逐流嘅好女孩。佢話母親最了解仲思，女兒好有愛心、友善，做事亦都十分冷靜，又用功讀書。雖然未能夠完成大學畢業嘅夢想，但母親覺得唔緊要。依家最重要嘅係喺天上跟隨父親同照顧妹妹。梁太又稱讚佢嘅細女仲儀同姐姐一樣好有愛心，相信仲儀嘅朋友都好喜歡佢。佢嘅笑容帶俾人歡樂，思想又好成熟、勤力、勇敢面對事情。仲儀原本喺嚟緊嘅星期日要考8級鋼琴試，但喺母親心目中佢已經完成咗啦。梁太相信呢一切都係天父嘅安排，相信將來一家喺天堂再相聚。香港天樂記者文家豪報道。